3日咯。冇事，今日少。Hello，大明星人去嗰邊。訪問下訪問下。咩？離賢山係生漆縣一座海拔634米嘅靈山，由生漆出發，最方便就係坐越後線，搭到去吉田站，轉離賢線到總站。如果係自駕遊，你仲可以直接揸埋上山頂，超方便。山頂可以360度眺望越後平原、日本海同佐渡島，風景超靚。唔講咁多，已經到達離賢神社，參拜下先。我哋係咪去嗰個千與千尋？有冇回音啊？去大嗌啊！Hello， 留住溫度。你變咗豬啊！啲樹好高喎，係嘅。離賢神社同其他神社參拜方法唔同，一般神社係二禮二拍手一禮，但離賢神社要二禮四拍手一禮。呢個係格式超高嘅古社先有用，代表對神明更虔誠同尊重。而喺我剪呢條片之前，我係唔知㗎。如果唔係揸車，喺神社隔離有免費巴士，去到纜車站之後就坐纜車上山頂。134米。即係香港去咩山？哇！好冷啊！哇！散咗。留意返離賢山展望台嘅餐廳喺冬季期間，通常12月至3月中旬都會休業，所以我哋得返纜車站嘅拉麵店，不過味道都唔錯嘅。嗱，頭先講嗰個展望大食堂就係喺呢個位。你諗住行嘅係嘛？你睇隔離已經咁高，沉咗落去。行俾你睇，你仲踩，拱你落山啊！你一熄 cam 你就唔係咁樣嘅。由於我嗰對雪鞋唔夠勁，又冇欄杆，安全起見，決定回程玩多陣雪。大家去呢度嗰時，記得着對勁啲嘅鞋，或者用鞋釘啦。我哋第一身哦，落翻山腳，臨離開離賢山之前，就熄。哎呀，嗰個透明啊，係咯。哇！來，玩到咁上下，就去 shopping 同晚飯，作為第3日嘅結尾。冇整壞，佢部機虧咗。じゃあこれまずお返し。哦，是的，これで大丈夫です。幾經辛苦。隔離一張啦。哎呀！唔知係咪新識地大人少嘅關係，我哋食親嘅餐廳都係有自己一間房。第4日，我哋會去瓢湖，感受下成千上萬隻候鳥喺度游水。但去之前食個老麥先。我有1比1都幾好。你咧？唔夠去抽。我驚啊！咁靚嘅呢架車。
我哋係要去雀仔嗰度。由水源站行去個湖，我哋實測都要成15至20分鐘，所以我建議，如果大家冇揸車，都係搭的士算。冰凍蜜柑喎，好食呢個。咩拖未看？未食過啊？嗯，漂湖呢個地方最多雀嘅時期，通常係11月下旬至12月中旬，可以超過5000、6000隻。雖然我哋今次已經係尾水，但當日都有3000隻。雀咧唔大路。有啲色喺呢度焗，跌咗落去，跌親啊！呢個綠到佢跌親啊！有擺下手心俾佢真係食啊！我會摸摸你個頭啊！唔得，佢話我唔係咁容易收埋，衝埋佢！哇！加速啊呢對，加速衝埋嚟啊！要！唔好爭！哇！跌到我哋。佢夾波啲肉嘅喎。係啊。唔使驚。好得意啊！喺度揾咩咧？唔知喺度。放咬。衝啊！跑！真係加速啊！佢哋呢個水，好快啊！好快啊！後邊嗰啲已經放棄咗游咁快。唔經唔覺都玩咗2個鐘，係時候食返少少嘢。又去到當日最後嘅行程了，都係一如過去幾日一樣，去伊昂。呢架車係突然喺車站揾到，好似香港小巴咁，幾特別，大家有機會可以試下。今朝玩鴨玩得太耐。黐線嘅睇到，呢度又係俾人埋咗都唔知。係咯，俾人箍頸啊！雖然日本安全，但去到咁黑同冇人嘅地方，都咪話唔驚。知唔知啊？可能呢度有窿啊！單車前面行10分鐘到，我哋越行個心開始有啲慌啊，因為太平滑啦，佢個地平滑都係純黑。所以要開電筒。哦，有隧道。哇！個隧道仲恐怖，黑到咁，勁恐怖！你去帶我去咩地方啊？佢好癲喎！係啊，唔想整呢啲聲啊！後有車咩？頭先轉入咗，上咗公路。嚇死我！而家望一轉頭冇嘅。終於嚟到，爭啲嚟唔到。黐線，坐開喎你而家。嚟唔到係唔識路嘅。估唔到第4日最後有個咁刺激嘅經歷，而喺下一集，我哋將會喺新潟市中心嘅最後1日，之後會進入雪國新潟縣嘅越後湯澤，真正開始玩雪嘅活動。多謝收看。